每天走路就是走路已经是正常的，至少可以正常生活。可以正经用啊。我喜欢坐着。什么连接？这个不要打包，自己用那个。那你这次再重新回到一军，应该是很期待，毕竟就是在这里学习这么久的时间。期待但是有一点担心，就是自己怕没有会碰到什么位置，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看到我个人是这样，但是反正是多练。这一棒扛向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向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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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索雷米哦！陈子豪这一发2分全垒打，是今天在场上中信兄弟的第一支安打。结果呢，目前是2比0，帮助中信取得了领先。打出去哦，你看他甩棒动作，就知道他这一个球其实一开始来讲的他就有咬中球心。对，打得很有信心。飞行的距离真的也蛮远哦，所以一个守备失误之后，再加一支全垒打，现在要取得2比0的领先。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看看左外野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打到全垒打，向上弹了回来。詹子贤回来得分，2垒上的跑者绕过3垒回来得分，应该也不是问题。这一棒这个球没有接好，没有问题，2分进来，中信兄弟现在扩大领先到了4比0。哇，这球海星扛起来，结果右半边安打，再来一支。3垒上的跑者轻松回来得分，陈子豪今天真的是火烫，第6分打点，4个打数，3支安打，而且3支都是长打。